筍盤！珠海市區高層價，直接對標豪裝山海別墅。珠海香洲主城區嘅頂樓筍盤淺水灣山莊別墅，背山面海，地理位置坐落於情侶路 C 位，行幾步就到日月貝沙灘休閒區。每個人想逃離城市喧囂，睇個遠方的日落，呢度就可以實現。市區就有山海別墅，日日都可以見到藍天碧海，夜晚吹住海風，行住沙灘，踩住單車，享受住日落儀式的生活。仲要係全新一手現樓，唔使等個1年半載，唔使擔心爛尾，即買即辦證，即時可以入住，即刻享受。依家用市區平層嘅錢就可以擁有屬於自己嘅山海豪裝別墅。呢種筍價，呢種地段，呢種景觀，呢種性價比賣，珠海市區別墅真係無敵。